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常常听人讲，内行的人就是住伫巷仔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巷好安巷第7条。巷的意思是大路边仔的细条路，咱讲巷，冇人讲巷仔。啊，若颠倒变的词就是大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巷路，这个词咱细汉的时捌听时大讲过，一个意思就是讲厝内通路，卖当讲是凉亭仔骹。第二个词读做巷仔内，字面的意思就是讲伫咧巷仔内底，啊若对同音就是内行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是某一方面的专家，捌会的人，内行的人。颠倒变的词就是外行人甲外行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间古玩店，就爱巷仔内人才会知影落草，内底规个巷路拢全古董，捌会内行人拢会特别来遮经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巷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